首先多謝 Capital 頒呢個傑出家居寬頻嘅獎咧，俾1010 Home。咁呢個亦都係對我哋團隊一個好大嘅肯定。嗱，今時今日咧，我諗大家嘅生活咧都離唔開網絡。咁尤其是唔知大家知唔知咧？如果一個屋企裏邊多過20個智能家居設備咧，其實好普遍。咁啊，所以對網絡要求嘅網絡質素要求咧，亦都係好高。咁我哋1010 Home 咧就結合咗光纖嘅寬頻啦，同埋高速嘅5G 網絡，就為大家提供一個好優秀無縫嘅家居體驗。仲有一樣嘢大家要留意咧，就係唔知大家知唔知咧？我哋有2個好突破性嘅服務，就係24小時內上門技術支援。如果大家屋企有啲乜嘢寬頻嘅服務咧，需要支援嘅咧，1010 Home 係會有24小時內咧，有人專人上門去幫你解決呢個 WiFi 嘅問題，亦都有一個24小時嘅快線啦。咁有專人去幫你解決任何你寬頻嘅問題。咁嚟緊我哋會繼續創新，為大家提供一個更優質無縫嘅家居體驗。多謝大家。